主后2024年12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真财物做基础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罗马书第10章第1节到13节。兄弟姊妹，我的心热切仰望，搁对上帝祈求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会得到救。我会当为着因作证，因对上帝有热心，毋过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，因为因无明白上帝的义，要用家己的方法追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煞无顺坦上帝互人成做义人的方法。其实，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，互信的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关系对靠律法得到的义，摩西有安尼写：守律法的人靠律法来活。毋过，关系对神称义，圣经有安尼讲：你毋通心内讲，什么人会爬上天，就是讲什么人会将基督带落来，嘛毋通讲什么人会落去深渊，就是讲什么人会将基督对死人中带起来。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上帝话甲你真近，伫你的喙边，伫你的心内，这就是阮所宣扬的神的信息。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，心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，喙宣认就得到救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，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。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，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，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。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救。用真财物做基础，无论任何宗教信仰，当参与的时间一个久，变习惯，真容易成做形式主义。所谓形式主义，就是注重礼仪、传统的礼拜行为，较大过信仰的核心价值。譬如讲，当主日礼拜成做一种形式，咱就无搁再期待亲近上帝、聆听上帝话语，因为礼拜已经成做一种习惯，可能是为着顺应父母的要求，或者是为着朋友的交谊来的。若是礼拜中聆听讲道，也无搁再是追求圣经的真理，是为着满足伦理道德感，还是追求丰盛成功之道？因为安尼有可能咱真热心参与教会，但是未必是在追求上帝话语的真知识。保罗面对伊的同胞也有同款的感觉，所以讲：我会当为着因作证，因对上帝有热心，毋过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。犹太人热心伫宗教事务和礼仪，任何传统拢袂当违反。对保罗来讲，这热心拢是用人的方式做基础，毋是用上帝的话语做基础。只有热心，却毋是用真财物思考的信仰，就亲像教会举办耶和华礼拜的人数，总比伫教会礼拜的人数较侪；参与活动性事工的人数，总比参加读经造就班的人数较侪。当基督徒无搁再追求真财物，话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因为因无明白上帝的义，选用家己的方法追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煞无顺坦上帝互
互人成做义人的方法。自找门路，通看做是家己掠做义，也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开始。认为家己有受洗，有固定伫礼拜奉献和服侍，就是顺服上帝的义。就亲像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认为，临死以前接受洗礼，家己的罪才会当真正洗清。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，干那遵守外表的礼仪形式，却无互生命甲主连结。现今的基督宗教也陷入形式主义，过度简化信仰，认为只要有受洗，呼求主的名，必定会得救。或是想敲找会当看到异象的牧师，希望透过牧师的祈祷，得到上帝话语的启示。神学家加尔文伫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有提醒，圣经互咱迟钝的心开窍，搁互咱原生对上帝无误的认捌变甲清晰，搁会当正确认捌独一真神。圣经是咱认捌真财物的基础，也是认捌上帝作为的基础。古早来台湾的宣教师认为，认真教导信徒白话字，就是伫期待信徒会当家己阅读圣经，理解上帝的话语。虽然现在社会识字率悬，毋过愿意阅读圣经的人却寥寥无济。假使咱无法度用真财物做基础，毋努力追求信仰的道路，检测未来的教会会成做有一群人热心参与，却无信仰真财物的宗教企业。日想，我有偌久无阅读圣经，我的读经进度出来急未？我有偌久无阅读圣经，我的读经进度出来急未？咱来祈祷，主爱上帝，感谢你赐着你的话语，成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愿意搁再立志阅读圣经，用你的话成做我财物的基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